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今天是2025年3月30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最近这个万科的原董事长王石又被热议，动不动就上热搜。这次上热搜不是因为创业，而是他那烧钱的生活被曝光。有媒体报道说，王石他住在深圳湾1号豪宅，这个豪宅好到什么程度？物业费1个月8万，这个咱们韭菜买套房，月供8000都已经咬牙切齿。王老板是物业费就8万，那当然这个传言，我也觉得这个有点狠，一年物业费就要100万，那你说他的电费、水费，对吧？这些估计都少不了。他那个闺女一个夏令营就16万，王石那个老婆他租了个工作室，年租金240万，也就20万一个月，也就是七七八八加起来，王石一年固定开支恐怕达到1000万一年呢。万科暴雷以前，万科每年给王石1000万，这个1000万恐怕还扣掉个税，恐怕到手有个600万，加上王石恐怕还有股票收入等等其他收入，覆盖他一年1000万的开支，似乎还可以。所以他又在爬山、划船，这个是媒体报道的，也是他自己经常上电视，也去炫耀他的生活。但是万科暴雷以后，作为要救万科，连郁亮都拿12万一年，一个月1万块，你说王石还能拿到他1000万的退休金吗？恐怕也没了。少了这个收入，显然王石家底再厚也扛不住，对吧？入不敷出，一年1000万的开支省不了，但是收入少了几百万，所以王石现在开始直播带货，开始给燕窝代言，卖燕窝，开始给什么汽车代言，现在还在奋斗在第一线，还要赚钱。当然了，你也可以说这是一种生活方式，他愿意，他乐在其中，总比许老板在蹬缝纫机强得多。这么说也是，总比什么孙宏斌现在备受煎熬，总比郁亮现在也是要死要活，想辞职辞不掉。这么一比，好像王石日子还是不错的，但毕竟一年1000万的开支，靠他自己卖那个燕窝，割有钱人的韭菜，代言那个车，恐怕还是杯水车薪，就那3瓜2枣的，经不起他那个小媳妇挥霍。所以恒大暴雷以后，实际上就是中国的房地产大佬们集体渡劫之日，很难有全身而退的。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说到楼塌了，对吧？这次缅甸7.7级地震，缅甸当然受灾很严重，但似乎泰国曼谷受灾更严重，好多高楼塌了。其中有一个高楼就是大国什么中铁几局承建的，短短的几十秒里面就塌了，那是一个在建工程。相比较其他的高楼晃了晃没有塌，那这个楼不管怎么说，给人感觉的质量恐怕是经不起推敲。如果说很多在建的高楼都塌了，这个你也不能怪承建商，这个对咱们中国制造又是非常不利的。这个说远了，我们再说一说，最近为了促进消费，央行要求商业银行推出消费贷，这个消费贷从30万提高到50万，甚至有的信誉好的可以提高到100万，利息到2.5甚至2.4，期限从5年提高到7年。关于消费贷一出之后，舆论讨论特别多，我就说了，这个给很多个人进行化债，它起这么个作用。有人认为这个实际上就是在拯救银行，因为疫情期间有很多小微企业什么经营贷给个体贷款，就是扶持这些个体度过那口罩那个难关。但是这些钱或多或少都流入房地产，正好5年到了，现在进入偿债高峰期。但是这些人他的经济状况并没有改观，他没钱还。这些人如果你不解决，你不给他们想办法，他们就一暴雷，最终还是烧向银行，那银行就有可能出现系统性风险。所以说只好放出这种消费贷，利息更低，期限更长，额度更大，某种程度上看可以解救这一批要暴雷的人。不管怎么说，这也是一种说法。总之大家达成共识，消费贷不是用来消费的，是给你周转用的。所以你看今天媒体报道消费贷被叫停，这个是21世纪经济报道说3月30日证券时报记者从部分股份行、国有大行、地方分行人士获悉，多家银行接到总行通知称，4月起信用消费贷产品年化利率或上调至不低于 3%， 也就是说你想 2.4%、2.5% 贷这个消费贷现在没有了，最低是 3%。 为什么呢？说有股份行华东某分行各贷部人员已获得 3% 利率以下贷款的客户提示，未提款客户请于周一，也就是3月31日之前提款。今年以来，消费贷市场掀起一轮价格战，多家银行为抢占市场份额，纷纷推出利率 3% 以下消费贷产品，多家机构产品利率一再下调，个别银行产品利率
低至 2.4%， 低于央行3月公布的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10到70个基点。有业内专家提示，银行应考虑客户还款能力，不宜在利率上过度内卷。这是证券时报报道。你说这叫什么话？这个世界真的是个草台班子。2.5、2.4的消费贷刚推出没多长时间，马上被叫停，给人感觉出台一个措施，叫停一个措施都非常随意。这叫3拍：一拍胸脯没问题，2拍大腿坏事了，再一拍脑门就这么干。中国经营报说消费贷与房贷利率倒挂，专家认为消费贷利率过低或引发新风险。在促消费、扩内需政策背景下，银行正通过降低利率、提高额度等方式加码消费金融业务。目前部分银行推出消费贷利率已低至 2.5%， 与当前平均 3.3% 的房贷利率形成显著利差。值得关注的是，这一利差也引发市场对套利行为的担忧。部分投资者通过消费贷置换房贷或违规将资金挪用于房地产市场。多位专家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尽管套利空间理论上存在，但实际操作中面临多重限制，消费者与银行均需严守合规底线。这些专家恐怕都是坐在那个书桌前埋头读书的人，两耳不闻窗外事，以一心只读圣贤书。他说，实际操作中面临多重限制。我现在手上有30万，我就准备提前还按揭贷款，这个犯法吗？肯定不犯法。那我现在我又贷了一个30万消费贷，我就有2个30万，然后把其中一个30万去还了按揭贷款，另外一个30万要么拿去假装消费，要么我就放在那儿。什么叫假装消费？我去买一幅字画，我去请人给我帮忙，总之我把这钱花出去，实际上没有花，那钱又回来了，这不行。你怎么知道我哪个钱是用来还按揭贷款的？连银行都知道这个钱出去不是消费的，大家都心知肚明，他肯定转来转去，最后还他的按揭贷款，还他的高息的负债。总之，现在各大银行叫停3%以下的消费贷，已经说明问题。什么叫虎头蛇尾？现在人们不禁要问，也就是大家一定会发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消费贷可以 2.4%， 你的按揭贷款为什么不能降？不就这个问题吗？为了防止别人拿这个钱去还按揭贷款，所以消费贷现在不能便宜，你的 3% 以上。你看，既要刺激消费，对吧？又担心大家把这个消费贷拿去还按揭贷款，这到底是什么个心态啊？既要又要。如果你担心消费贷流入房地产市场被人用来还按揭贷款，那你最好的办法就是按揭贷款下调你把按揭贷款调到 2.6%， 就没有人会脱裤子放屁去借消费贷再去还按揭贷款。所以说你看纠结的心态，你也知道经济形势好不了，就充分反映出他没招没辙任何措施都变成一个双刃剑。我们再看一个新闻，这个是央视，他介绍第4代住宅。什么叫第4代住宅？最近这个第4代住宅这个概念非常火，一些地方和房地产开发商企业将此前的房子，第4代住宅之前所有的房子成为第3代住宅，甚至还有第2代住宅。那现在这种全新的房子叫第4代住宅。那什么叫第4代住宅？第4代住宅到底长什么样？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统一的定义，还有技术规范来规定什么叫第4代住宅，但是各个地方都在探索这个第4代住宅，也就是让人住上好房子。大家看视频。在北京有多个第4代住宅项目正在建设，记者就来到了一个位于北京西南4环的第4代住宅。步入样板间，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具有面积很大的露台。那么我们看到在这栋房子里它是有一个面积达到了25平方米的露台，同时呢结合着错层的设计，使它的挑高达到了6米。居民呢可以在这里种植一些高挑的植物，来为自己打造一个专属的庭院，而这也是以往的住宅一般所不具备的功能。露台为人们提供了健身、读书、休闲等活动的户外新选择，同时也为住宅的室内环境带来了新变化。它整个采用的是一个3面采光的布局，基本就没有视野的这种死角。像我们这个露台的面积，它是不计房本的，基本咱们这个户型能达到90%左右的一个得房率。同时，第4代住宅更多采用了灵活可变的巧妙设计。例如，将眼前这道门拉上，就能轻松形成独立的客房套间，既保障了客人的隐私，又提升了空间利用率。除了在房子本身的设计上，不少第4代住宅还将创新延伸到了公共区域，将森林花园融入到了整个小区当中。
我们打造了上万平米的自然景观，比如有我们的人工湖，有不同的几十种的树种，让居民的话呢，不用去公园，在小区就能享受到这种自然的园林景观。根据科尔瑞研究中心数据显示，今年重点城市明确要打造第四代住宅的新项目，预计将突破70个，较2024年有明显提升。第四代住宅要满足什么条件？它又能够实现人们什么样的需要呢？我们继续来看。目前，我国针对第四代住宅尚未出台统一的技术规范与明确定义，各地也还在对此类项目进行多种尝试与探索。一般来说，它是集空中园林、垂直绿化等于一体的住宅，也被称为城市森林花园住宅或者立体花园住宅。与传统住宅相比，每套住宅一般配备有独立的空中花园或共享绿化平台，并具有更大的公共空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住宅的质量和居住体验。在户型的设计上，比较大范围的使用了大面积的像阳台、像露台、像连廊这样一些户外的敞开的空间，这样不仅可以比较大幅度的提高房屋的实际使用面积，更重要的呢是为家庭提供了更大的这样一些户外的空间。吴景表示，第四代住宅不仅在户型设计上进行了创新，同时不少项目还充分利用户外空间，为居民提供丰富的公共活动区域，满足居民多元需求。这类住宅能够提供的，比如说像更高的得房率，像更大的户外的空间，像新的去贴近绿色的这样一些途径，通常是居民家庭在追求住房改善的过程中比较青睐、比较偏好的一些特点。在第四代住宅的建设中，新技术的应用也正不断优化居住体验。它们不仅提升了空间利用和居住舒适度，还为住宅赋予了更多的可能性。那么，这些技术如何让第四代住宅既美观又实用呢？他们又是如何为居住者？通过这个视频介绍，第四代住宅确实不错，感觉比我们现在住的房子那是要合理的多，也要舒适的多。就大露台、得房率都是以前房子不可同日而语，居住的体验还有质量，那肯定是都上了一个台阶。但问题在哪儿呢？我看了这个新闻之后，我就深深的担忧。当然了，我们高兴的是以后可以住上这样的房子，那还是不错的。如果第四代住宅真是这样，那么问题就来了，请问以前的房子卖给谁？这样的房子如果说它涨价，比如现在武汉就有第四代住宅，当地的新房，比如说它的平均价格是1万1平米，那你现在推出第四代住宅，你这价格是多少？如果是1万1，大家还能接受；如果2万，买不起，因为现在1万的房子我就买不起。这么好的房子，你卖1万1，我咬咬牙，我觉得我能承受。这是举这么一个例子，你涨的幅度有限，因为毕竟这样的房子呢，你得房率高了，你买100平，他送你一个大阳台30平，你就变成130平，那它房价稍微高一点，正常。实际上现在很多新房价格涨就是这样的，所以问题就来了，你这样的房子卖1万1，那你以前的房子还能卖得动吗？那只能降价，这卖不动的只能降到本来是1万，那现在只能降到8000、7000，否则人不买。也就是说，第四代住宅如果真的实现，你价格涨，韭菜还是买不起，因为韭菜收入没有涨，韭菜也只能是望洋兴叹，坐在那儿空羡慕，给不起钱。而如果你不涨可以，那就意味着所有的二手房价格还在降，那些非第四代住宅的新房你也卖不出去了，要么就降价，狠狠的降。所以不管怎么说，这种住宅最终导致房地产市场这价格恐怕还要下行。如果我现在想买房，我一定是等着这第四代住宅出来再说，我就不会买现在的房子。大家想想是不是啊？所以说第四代住宅这个概念好，性价比更高，直接导致以前的房子要加快贬值，那就让我们现在炒房的人到时候裤子都没得穿。你去炒房，网友说上海的豪宅价格也是在下降，下降的还挺厉害。说3月11号，上海顶豪叫翠湖4期成交一套法拍房源，296平，带车位，成交价5491万，单价18万出头，法拍成交18万出头。那还是很贵，对韭菜来说这还是可望不可及。但是你别急，就这个小区叫翠湖4期同户型，2年前最高点，就同样这个房子2年前卖多少是一个小目标，也就是2年多时间有一个小目标跌到了5000万，也接近腰斩。这个也是被热捧的所谓一线城市核心资产，对吧？新房价格是很贵，但是你买到变成二手房你再卖都是腰斩。也就是说你要买这样的豪宅，
你只能住，你要炒，你想过几年把它卖掉赚钱，恐怕你要失望，赔死。今天有一个公众号叫金房早知道，他发了一个文章，说北京的楼市回龙观正式进入2万时代，也就是回龙观的房价已经进入2字头了，是2.8万、2.9万，这什么概念呢？也就是你在回龙观，你买一个70平的小房子，也就200万左右了。也就是大家想一想，北京的房价所谓的高，也是指部分核心地区新房，那价格10万、8万，实际上很多地方房子它很便宜，也不是说很便宜，其实没有想象中贵。回龙观房价就是2字头，实际上就在北京的通州，现在是北京新城，是新北京，那3万1平的房子多的是，2字头的房子也很多。你非要盯着西城买，你非要盯着海淀买，那是要10万8万的。你说我非要买2环里的那些平房，那恐怕要20万1平。刚才说的第4代住宅，如果说第4代住宅一出来，你说回龙观这2万出头的房子能打得住吗？根本打不住，还得降。最后我们再看一下周天勇教授，他发了一个文章，他说农村宅基地，他的文章说各地村庄建设用地闲置比例在全国平均达到了1半左右，也就是农村里建设用地有1半是闲置的，就没有任何用处，闲在那儿。农村住房及宅基地的闲置率高达50%左右，闲置宅基地面积为8750亩。村庄是人口居住、创业、就业、收入和购物消费等生产活。随着农村常住人口、就业人口和从事农业劳动力的大规模减少，村庄宅基地以外的其他建设用地同比也闲置。据此推算，说村庄其他建设用地控制浪费面积约7300万亩。除了农村建设用地闲置外，城市中也存在规模不小的闲置土地，这是城市说约1亿亩的产业园，闲置率在35%左右，这个大家比较好接受。你想北京、上海写字楼控制率都达到30%以上，还深圳的写字楼，那你说产业园控制率35%，这完全正常。说工业和文旅等产业园闲置面积约3500万亩，在建、待建住宅用地还有100万亩，铁路站场、交通枢纽、交通沿线可开发闲置土地保守估计在500万亩左右，矿商用地闲置面积为1000万亩。此外，城镇工业厂房、写字楼、商业楼宇闲置率也在35%左右。这是周天勇教授在他的巨额房地闲置浪费与只有市场才能盘活的道理这个文章里面说的。就周天勇教授这个数字我来谈谈我的感想。首先，在我们那个村，我老家那个宅基地闲置，我不敢说50%，30%是有的。宅基地上已经没东西了，它就不叫闲置啊。如果宅基地上还有房子，但是房子没人住，或者偶尔2-3年才有人来一次，这种都不算闲置。因为宅基地上已经没有房子，房子已经塌了，而且房子塌了之后，因为雨水天天冲刷呀，那地方都变成一个小土包。也很多人不知道，很多农村过去的房子它里面都是土坯的，它也不是钢筋水泥，因为年久失修，人家早就进城了，有的都已经到国外去了，所以它房子年久失修，塌了之后雨水一冲，慢慢的变成一堆荒草，宅基地变成那样，上面长满了什么杂草、什么树，这样的宅基地大概占30%。如果你要把那个没人住的房子还好的，你要把这些都算上，恐怕就是60%了。农村这个现状，我们那儿那也就是说，跟周天勇教授说的50%左右的这个宅基地闲置完全符合。所以这里面就有个问题，为什么不能把宅基地给农民，变成农民自己的资产，他可以交易，他要进城，宅基地卖掉，他可以拿10万进城了，有这10万在城里面，他活得会更好一点。但现实是，这些人进了城之后，他宅基地没有办法变现，宅基地就这么着了。那最后是变成谁的呢？回归村集体啊，又变成村长的，谁当村长就是谁的。这就是家头老师喜欢搞的集体嘛，又交还集体了。这个集体是谁的呢？不知道。但集体谁控制呢？那是村长、村支书。这个就是那些反对这个宅基地流转的这些人，他打的旗号是什么？打的旗号是农民不能失地，你要宅基地没了，你以后你可没房子住。那我请问这闲置的这50%的宅基地的人呢？他们难道在城里面住桥洞吗？难道他们在国外流浪吗？所以说很多人是打着保护农民的权益，实际上是为自己谋私。说白了就是家头这样的人，宅基地流转，家头这样的人肯定是第一个反。但是家头就是那种偷税漏税的，如果还有很多人傻看不清楚这一点，那真是无药可救。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